来继续在地人在地情，来看这个婚姻观，到今年的11月为止，观光人次突破到2000万，创纪录。其中西丽福兴宫上旺，今年的1月到9月有530万人来拜拜，得到交通部的肯定，将会列为2025年全国主要的观光游乐点。 西丽福兴宫会伫2005年加入交通部观光署主要观光游乐据点，婚姻官府西丽镇公所拢会来到福兴宫搭暗晡，欢迎大家来到西丽佚佗，体验在地美食、文化古历史。那在新的一年当中，欢迎大家新的过年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来西螺这边走一走。官府嘛讲，希望透过宗教文化，和这个车变更加热闹刺激，成功串联地方景点。 人文路线和特色社区，向全国民众来婚礼者行踏，能够透过我们的宫庙宗教文化的信仰，可以带动我们老街还有整个西螺老镇。今年1月到9月，西丽福兴宫拢总超过530万观光人次，相信加入交通部全国观光游乐据点，和婚礼的文化观光有更加侪新发展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